我加叫一声，我就想鸡啊，甲你咬掉。我问你，你拄则去什么所在？你去出卖乡妹对吧？搁讲无？骗鬼袂食水啥？红梅是你的媳妇，你想要安尼对待伊？你着成可怜，你乡妹啊，两头千棍。无啦，我无你啦。无？千万只看到亲耳听着，只我乃娶到你这个某，车业主无法可治，就是你这个人啊！我太小气啦，袂安尼做，嘛是为了要救我老师啊。那我问你者，乡妹是倒来敌死你？嗯？是啊，我甲你讲，杨梅准后日本人掠去，你嘛会真凄惨哦。阮是讲会教做会教，唔是咧讲真笑哦。那安尼，我是要那个亚马古先生交代啦。迄是你的代志。连转去，我们唱好，有听无？好了，好了，好记得。好了，好了，我救杨梅，我太好了，我，哎呀，300个假的。哟，莲珠啊！你自己入来抢教，唔捌甲惊这个大礼，今仔哪遮功夫啊？阿娘，阿娘，我就是安怎？你是甲新华同款，做啥物歹势地个代志哦？无啦，无啦，是啥？紧讲啊！是日本啊，要来掠乡妹啊！啥？是你去背哦？无日本人哪知影？我嘛唔知影。你是走？阿娘，我唔敢啦，我袂出卖乡妹，要是出卖乡妹，我袂得来甲你报告啊！乡妹囝唱嘅，要唱去对啦。唱，唱高姐，高姐，嘿呀，高姐唔是无水啊，已经打去唱。你们懂？我去打啥工？免啦，开始。真正惨啊啦！我真正陪你完了。来嘛！有冇跟啥？有代志晓？人呢？这我唔是互你掠去啊，要掠什么人？你莫甲我讲有诶无？老乡妹人呢？乡妹走去啊！你嘛知影？有错，拄则恁新妇才来甲我报案尔。喂，老乡妹人呢？你是下高心？厝前厝后，每一个角落拢详细甲所在。莫甲我装笑的哦！这碗就互你掠去啊！你掠去要创啥？只要跟聊天顶有关系，我拢要掠。乡妹，甲聊天顶哪有关系？我讲无关系，那安尼聊天顶是安尼去救老乡妹？这碗甲聊天顶嘛无关系，你嘛是共款甲掠去啊！打开咯！聊天顶嘛共款落去救恁囝。真是安尼做。
你知影这条代志？老太太，你莫甲我垫钱哦。我真是唔知影。阮志远，你当做廖天丁已经甲恁囝救走是？哼，干也简单，有我伫的。报告，人呢？出江出海拢找过啊，拢找无老乡庙的人影。我毋是有甲你讲过，若有我掠无人，你皮仔就溜去。叶马国先生，你哭到死都无路用啦！阿娘，好笑啦，该哭的人是我啦。我还一摆机会互你，日头落山进前交出老乡妹，影若无，我就封恁的厝。叶马国先生，你千万莫安尼啦，叶马国先生。有笑啦，老表想想不清啦，三八查某。叶马国先生，日本政府哪有这条条例啦？日本政府是无啦，也毋过台湾人有一句话：法律千万条，要用家己瞧。走，卖当家，走，走。通知二通知，叫因严严的监视，若是有人出去，一定要跟踪，随时回报。嗨。头等来。叫你等下，你是无听小心。你是样的？会当。好啊，莫再啰啰嗦，紧走。你会去报日本仔来掠兄妹，你什么意思哈？阿娘，我后摆唔敢啊！还阁有后摆，我是都相对不住你，你安尼对待我啊？你是要叫我行转路向？你是死查娘！我安尼做，嘛是咧替你想啊。替我想？你用我嘴互你累啦！阿娘，请你相信我，你听我讲啊。志远是你唯一的后生的，咱强甲希望以后拢爱靠因的。我甲你求啦，你掠兄妹去换志远回来好无？啥货？啊，你无听日本仔伫咧讲，一定都爱掠着廖天丁才会当换志远倒转来啊！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廖天丁甲兄妹因两个人是同党的啊。小兄妹也是叫日本仔嫌几个啊。伊就讲出廖天丁是秘伫底，啊你真紧就掠着伊啊！你，阿娘，即摆到底是救咱的志远较重要，还是兄妹较重要哈？我袂用安尼做你啦！阿娘，你是去食着兄妹付我水啊啦？你胡白讲！啊若无，是安怎你咧护兄妹咧？感觉你真正咱强家，从今以后无后事。等咱又来又回心。阿妈，阿娘，你家己想看卖啦。自从兄妹入门开始，咱强家就无时间好日子头困的。伊才是破格查某啦，你搁家己留伫身躯边要做啥？你甲我点点啦！你莫叫我啦，你无资格叫我。有你伫咧，我就无后生；无你伫咧，我就赶快叫聊天平台。我哪会安尼歹命？我哪会安尼歹命啦？林主，你才讲啥？聊天点要害你？有看到我去甲日本仔报案，伫我倒来的路的，伊脚查条的，
伊甲我警告，告诉杨妹是叫日本仔掠去，伊就要替我的命拄消啦。呀，你拄仔食，是安怎讲要掠香妹去日本啊？阿娘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掠香妹去报案啊，你还掠伊去，安尼我就无代志啊。啊，搁有迄个嫌仔困人上，伊嘛袂来掠我啊。你说真自私哦，你哟！阿娘，我来去投案啊。香妹，你良心发现啊心，我的关心妇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杨妹，你去嘛无法度换资源回来啊！阿娘，阿妈，那安尼，咱去50月回去日本来查访啊。对啦对啦，乖啦，你这乖媳妇，你这句话吼，想话互我听，安尼你紧去啊，紧去啊！阿娘，啊，真正去，你免烦恼，我替你照顾，你紧去，你紧去啦，你紧去啦！袂用伊啦，阿娘，杨妹袂用去的啦，伊去是白白送死是有诶。啊那呢？咱到要安怎啊？明仔载日本啊，就要来查访我呢，啊，咱是要怎做？阿好，去叫部下爷来。是。阿娘，你叫阿姑来有啥物路用啦？你摕安尼个金条，叫伊去救救援出来，啊，结果呢，已经2天安尼，到即摆嘛是无消无息啦。我就想说吼，要问这件代志啦。杨妹，家己我关去。阿娘，你都要想清楚嘞，阿娘。你敢什么名去啦？你嘛是去食你用的果子，闪啦闪啦！真正是要甲我气死死！我安尼好心甲阿娘讲，伊去食你用的花水，伊搁敢骂。我看到恐吓吼，你要假无人亡啊啦！今天安尼安排你，完全是看伫咧聊天顶的情分。我知影啦，阿嬷。即摆代志遐尔啊紧迫，咱要哪才会当找到聊天顶哈？像，是我啦，聊天顶啦。讲，快去去看。好。杨妹，啊，阮都打扮过，你认无啥会出来哈？我聊天顶啦，咪姑啦，一年嘛。你来得真拄好，迄严仔可是常有讲吼，日头落山进前，爱交香妹互伊，要若无吼，要查封阮的厝啦。但是要安怎？你嘛甲我想一个办法，要若无阮恐甲就惨。太太，阿豪啊，是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有啥人已经来啊？迄毋食人保食。你哪来吃？我有代志找伊来啦，他即摆要安怎？我去，你去困，我来应付。杨妹，你别离开，紧。姐啊，姐啊，啊是你找我来的呢，啊你哪伫见面手互我看啦？啊，你金条甲我摕，无替我办代志，我当然见面手互你看。这，姐啊，迄两个是，阿鲁，我恁表姐啊啦。伊哦，恁表姐嘛啦。哎呦，姐啊，我当时有这个表姐甲表姐，啊你哪会无甲我讲，我哪会唔知啦？
当时有这个表姐甲表姐，啊你哪会无甲我讲，我哪会唔知啦？啊都，哎呦，我煞唔知哦，你出事哦，我跟恁表姐嘛两个就搬喺西里大啦，啊你咯唔捌看过啦。哦，对啦，好。啊，你就是阿花啦，是哦。啊，姐嘛，哎呦，你较早细汉的时阵吼，哎，佮食我的冷皮呢，真厚哦。你食冷的时阵也3比8啦，啊，即嘛吼，肥甲一只囡仔猪咧，啊，身体勇强啊咧。哎呦，哎呦，姐嘛，你手要来哪会遐重啦？嘿啦，真厚，皮都真厚咧。哎呦，我老的啊，一直去点啦。我就想讲吼，咱阿花啦，你毋捌看过，啊，恁讲阿花啦，咱来厝的坐啦。好啦，姐啊，你找我来，就是要记这两个表的，哎呀，哎呀，这狗仔真粗鲁，什么表啊，不锈钢的。哎呀，老呀，好啊啦，嘿，姐呀，你遐尼车的紧嘛，你叫伊来是要创啥啦？我知，看伊外表的穿插吼，要来借钱对无？对啦，姐啊，这钱你都唔通哦，遐尼车伫的，我看你若借伊吼，那是有气无形的哦。钱借你吼，才有气无形啦。我吼，若等咧水内，毛听讲吐唔一声，啊，伫咧手内都无想无事。对，你即款的代志把办了喏。这，安那，金条甲我吞去哦，啊，无交互因，你是要害志愿了？哎呦，姐啊，你哪会安尼讲呢哈？我互恁跪下口安尼害甲强到头路要无去啊！啊，我无咧怪你，你有咧怪我。哦，佮只还大声声，拍死啊！你我是保证咧，你若拍保证，就爱拘留7、4、6、9天，你知影毋知啊？老你也听我问咧，这要佮拍死吼！卖激动啦，你卖激动啦。这咱后生吼，咱出时阵吼，这个也把死也好啦。好啦，啊，你的金条摕倒去。姐啊，遐金条我是有摕互日本仔啦，啊日本仔伊嘛有收起来呢。你也毋过伊嫌收少，我有就眼啦。夏姊，我也无伫咧骗你啦。还是讲阿姊你嘛足无意思啊！啊后面就转来，你也毋甲我讲一声，吼害我互爷妈骨子上骂呢。若无将后面搞出来吼，你防厝的是小可代志尔，会害我甲饲惨落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乡妹哪有转来啦？嘿。啊！明珠就讲有看到你，搁伫咧骗我。哎呦，阿姊啊，我会互你害死啦！啊，我啦，啊你是在来讲袂反正，跟恁姐恁吹啊！你姐讲无你听无呀？你若过来反对吼，我就甲放回地锁坑。哎呦，姐嘛，你哪会遐车啦？车，我甲你讲，你去甲这日本人讲，讲咱抢甲吼无乡门这个人啦。你若搁安尼吼，干咱来斗阵，咱就甲伊拼好啦。哎呦，姐嘛，你讲话袂输天皇的圣旨咧。你毋着看爷妈骨子上要听无？啊！无你遐讲，无你甲讲，我你唔知哎呦，老的啊！哎呦，你安尼淡水果无路用啦！阿花啦，啊，姐啊，你吼用你的关系啦，去替恁姐吼，遐日本人吼讨一下钱的啦。姐啊，较早可能有法度啦，即马我看足困难的啦。啊？姐啊，我看你安尼吼，加传一寡金条啦，我陪你来爷妈骨子上遐吼，来甲拜托啦，叫伊看着金条的面子上吼，莫放弃的出来。姐啊，我这是拼命陪你的呢，莫讲我无甲你斗3工呢。啊，姐啊，姐嘛，你讲我安尼有够意思无？尽力得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去客厅等我，我甲姐啊姐嘛吼，有一款代志要参详，你好啦，姐啊，姐嘛，留咧互我食啦，好，无我进来哈，太乖啦。好。他姐嘛咩咯？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要甲志愿救来，我一定互你一个交代。你即摆心里无用讲出来代志。这金仔拢千足的，纯金的。爷妈骨子上，你会用你收起来吼。老太太，恁厝的敢若真好个款吼。
无啦，迄是阮乡家吼两代安尼轻轻欠欠捏切起来啦。也莫去七送，伊若安尼对着阮大姐房厝的代志，啊，是毋是会当手洗牙权？啊，就安尼，准度煞是。毋是啦，啊，若无看我的面吼，无嘛看金条的面。恁台湾人拢用这款模式处理代志是？恁是甲当作啥？也莫去是啥？请你莫生气，若无够好，阮大姊会补啦。哎呦，好听，嗨！老太太，我讲一句话，就是法律一定爱执行，袂用你拍这个。也莫去是啥？阮台湾嘛有一句话呢，什么话？法律千万条啊，唔值咧黄金一条啊。啥物好笑呢？讲得好，讲得好。好啦，我就入乡随俗，照恁的意思去办。好，嘿，阿里多，阿里多。不是个，只要参聊天点有关系，我拢袂用放伊煞，限恁10天之内交出老乡妹。要若无，我就照我的意思办恁乡家。是，一定啦，一定啦。好啊，你两走。唔接。阿姊啊，我已经尽我上大的力量安尼，我甲你讲哦，千万唔通顶头去哦，赶紧甲乡妹找出来，唔通害我呢吼，唔通害我啦，无啦，阿姊，我就安尼讲啦，阿姊。银珠啊，来拜者。你拜，我唔好心。你，安尼啊，毋是我要讲啦。事实伫感情啊，你搁安尼回乡妹，你搁敢安那拜吼？做公做妈嘛袂保庇。你是要气死我呀？我即马看你，都气惨。安尼啊，我讲的逐句话拢是实在话呢。但到我开始讲话，你就骂我学袂讲，啊无你讲我三八。无去讲什么，我得要甲你气死。我真正是为了开玩笑，为了咱乡家好呢。我安尼破心肝，互你看，你可能安尼甲我嫌。我看，我可以去死死的，安尼较快活啦。阿娘，你甲啥物物仔去啦？我当日就要连这样做，我是做啥啊？我比真正加工，搁较唔值啦。奇怪，你是倒位啦？我做思念你的，你敢唔知影？我即摆在这间厝的日子足艰苦。奇怪。好啊啦，你是好男票，靠哪里？老妹，我另外办。阿妈，阿娘，你要靠还靠，没错。阿娘。大海，阿妈，这个确定，有消息无？无啦，啊你边？拢无消息啊。你看起来吼，爱去找迄个张仔生活。找伊，那袂输甲请几个拆药单的，唔通啦。要伫这个人真简单啊，伊一定会乖乖甲咱斗相共。大你唔惊伊，反倒能甲咱卖啊？迄句啊，人你讲哦，惊袂着顶。啊，去乡妹因后头厝，去做啥？乡妹因母啊，破病啊足严重的，
我那袂痛，你兄妹知无？我哪会敢甲讲？夭寿哦！你三更半暝搁会晓念咒啦？夭寿哦！你三更半暝搁会晓念咒啦？敢讲兄妹真正有影是邪术？死走鬼啊！我就唔相信我无法度甲你赶出去。我就用阿姑迄套，甲你掠起来插，互兄妹去急死，然后甲逼伊出去找。嘘，乖哈。哎呦喂啊！哦，哎呦，有够恐怖啦！连咧困嘛会当做伙。乖，我是恁阿娘啦。兄妹，不是啊，兄妹，阿娘，嗨啊，阿娘，阿你咧在房间呐？阿你咧抱着几工啊？对啦，我就来看阮后生。这有啥物好奇怪？你无伫咧时阵，拢我咧照顾伊呢，搁较偌有感情咧。你看啦，我安尼甲摸咧，恁心也心者，偌乖咧。阮囝就是阮囝啦。来，乖，安尼亲者好来，乖哦。唉，我是袂放心吼，你照顾阮囝，毋则先煞来看卖咧。来，莫紧啦，好来，莫紧哈，乖哈。好啦，好乖，莫生气吼。你着乖呢，较早困的哦。阿娘明仔载再来看你吼，来，快亲一来，好乖哈。40几啊，我着要来请一个道行高深的道士来治你。阿娘，还有啥物代志无？无代志啊，你紧困啊，你困哈。我哪会忘记阿母？敢讲阿母搁破病啊？嘿，恁两个外口那唔顾的，搁听这啊？嘿，恁两个拢唔惊我啊？哎呦，廖阿爸，
无啦，唔是啦，我是想讲遐尼暗啊，你遐尼辛苦来到遮，叫一个点心互你食啦。真好嘞啊！对，应该啦。老朋友咧，叫一个点心互你食，我做会到啦吼。唔免啦。刘小啊，哦，叫你去探听，强志愿关喺倒，谁人敢当拢无消息？听阿爸，就顶摆暝久啊，互你救去了吼。啊，我第二转你失去呢。我夜晚估计上哦，互我袂输伫咧风惨咧，拜托好无？你莫害我意思啦。听我先看，你哎呀是办无好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有本事哦，你就去找迄个夜晚估计上嘛。你莫找我这个事啦啦。啊，无你是哎呀，是哈，你的身躯边拢是专长人，我是要接近。哎呦，我，你拍两下我就受着啊，剩的拢是假拍啦。听阿爸，我受着啊啦，迄个夜晚估计上哦。伊每工中昼拢爱洗身躯，拢爱掠。伊洗身躯的时阵哦，身躯拢无半个人伫的啦。哎呦，我绝对无骗你，我绝对无骗你啦。我若有骗你哦，我是我囝啦。你骂我笑？啊不，不是啦，我是孙啊啦。点大啊！你是想死啊？笑？无啦，点大，我著甲你讲所在啊，恁家己祈祷，莫带我去好无？拜托的啦。你笑？你是想要闹跑？叫人甲我掠笑？我著无伫咧甲天公照大，讲我毋敢啦。行啦，好啦。已经啦。对，我去办。我去办了哦，你出来咪？拜托，你帮我找好无？拜托。大哥，去叫叶良回来。嗨，阿哥，李亚玲哪回来啦？下手哪遐慢啊？还有，卖恁后，你毋是廖添丁？想袂到哈。讲，洪志远关在什么所在？唔知影，真是难死哈。既然落在你的手头，要抬要刮，犹在你。开枪啊！真难死哈。惊死就毋是英雄。教防好位，算什么英雄？免啰嗦啦，要开枪就赶紧，听到无？你会后悔。起来，要做啥物？我要找洪志远。咪骨大诶，你互我拜托一个好无啦？你帮我走啦！若无我若互夜晚鬼子上看到，我就会闷死的啦！你搞掂啦，佮加讲两声，我就出来说。嘿，我才来了。放开我！
乔好，你若无乔好，我就请你一顿来粗霸咧。有这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无什么代志。对啦，啊，恁两个互我拜托者，啊，边仔甲我保护条，我有代志要拜托恁两个吼。好，来行。真是，你有悲哀。你唔惊死，但是你的顶死甲你的部下惊你死，你的命阁真假。我用咧掠你，交换强志员倒转来，起来！对。对，谁也不要死。工作机关关在什么所在？进来，来领导。去。快伫我手头，大家拢卖领导，请放落来。恁拢卖吵我，做恁亏钱。我有顶摆的经验啊啦，因惊你死啦。条枪钉，对，不准你对亚麻科技厂乱来哦。好姐，你来伫这？我就听到枪声，我就带伊仔来救你的啦。安尼我对你有失忠无？你这种人根本就……好啊！你要用你乱来哦！我是人济枪也济哦，赶紧将亚麻科技厂放的，我会当留你全尸。你滚！无时间甲你啰嗦啦，听我想法，你甲调清楚。恁亚麻科技伫我手头，转去甲放大厅都讲好，叫明仔载12点之前，强志员来天虹桥交换，有听无？点点，洪大厅长袂听你的话。干嘛呢？你是伊的爱情，你若死，认真不甘哦。你拢见亏钱，啊，若无我甲你枪杀你！要添顶，你走就走袂去啊！我小想要去天虹宫，赶紧将亚麻科技厂放的。你免我加失踪啦！恁想我甲我写无？我即摆需要死，啊，科技若死，那厅长对嘛袂帮你煞。好正，嗨，我紧，请放嘞，放，好正，下，拜托，亚麻科技厂的性命要紧啦！拜托的啦！对，这个所在你确定无问题？我顺过做这边，无问题。你个话遐歹啊！这唔是啦，无咋地。从啥你？叫啥袂歹嘛？真袂爱。哇，你哦，我一顿粗霸。你是你中枪？对啊，你真无简单，甲掠着呢，唔免出一口回笑。完了，规工无食饭，去传一块食的。去啦，啊对了，传较济者，3人要食。 三个人要食，你是搁传统要食创啊啦？叫你去就去啦，咱路做要创啥？对啦，先转班就我草药等来。哦，紧。对，你是要搁伫个想想？叫你去就去，你哪路做啦？紧的啦。我给你机会，
免啦。别人伤济，是无命啦。别人伤济，是无命啦。惊死都袂做武术。你若安尼就死，你就无机会做英雄啊！今日用在你的手头，就无算英雄。你嘛无一定啊。你若若好好珍惜你家己性命，后摆不定着嘛有机会掠着我去做英雄。你真正唔惊我一摆无死，反倒转来要摕你的命。要爱我的命，有遐尼简单啊！我真论命咧。无需要用你的性命去讲算笑。秋啊，你倒来，你真是倒来。你哪会较瘦啦？日本人有甲你安怎无？幸亏有着伤无？啊？你会当倒来，你也足欢喜，你会当平安倒转，拢是咱祖公祖妈保庇。你食饱未？你哪拢无爱讲话啦？秋啊，你倒来几步，哪拢无叫阿娘一声？秋啊，你要倒？秋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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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走！秋啊，秋啊，秋啊！是今晚。老太太，是我阿豪啦。毛说入来啦。顾少爷来啊！这是呢，我是欠伊偌济，伊过来创啥？老太太，是要请顾少爷踮大厅等你，还是要请伊来你的房间？你来讲，我咧困啊。毋过，老太太，顾少爷讲是少爷代志真重要哦。少爷代志。是啊。我这电话。好，你叫顾少爷吼，到厅头等我，我随来。好。天快。阿姊啊，遐早都困哦。你讲志愿安怎？无啦，我是专工来讲一句话啦。明仔载吼，有可能志愿会转来哦。